應屆港姐友誼小姐同最上鏡小姐李允嫣喺參選期間一直俾人視為大熱，可惜最終大熱倒灶。雖然有網民替佢唔抵，但佢賽後自然滿意賽果，仲希望成為全方位藝人。近日佢同應屆港姐以及安德尊等一齊出席慈善活動，佢趁機揾大王合照。原來佢哋10幾年前已經結緣，佢仲分享咗10幾年前嘅合照。有網民留言話佢哋有夫妻相，引嚟唔少人討論。佢亦好識做打圓場，指大王係我哋尊敬嘅前輩。佢14歲就出國，去到英國著名學府就讀，成為何超蓮同莫文蔚嘅師妹，更喺 IGCSE 取得9A 成績。據佢嘅好友表示，佢自細學習唱歌、溜冰、舞蹈等，中小學期間不時公開表演，更早於14歲前已經完成 ABRSM 鋼琴8級、RAD 芭蕾舞6級。佢喺英國讀書期間，更開始學習豎琴、聲樂，考獲 ABRSM 古典聲樂6級，以及倫敦聖三一現代曲聲樂8級，真係多才多藝啊！